大家好，我係萬姐姐。大家有冇聽過末日雨啊？末日雨又叫做地震雨喎。有人話見到呢一啲地震雨鋪面呢，就會有地震發生咁話。其實呢一種雨就叫做黃帶雨，好多名㗎佢。日本人會叫佢做龍宮使者或者白魚龍，外國通常都叫佢做海魔王。佢個身就比較扁嘅，銀白色。但係佢嗰個鰭就係紅色嘅喎，嗰個嘴咧就向上嘅，就有啲鬚咁樣嘅，即係好似我覺得佢係扁身銀白色，咁好似啲銀龍啊咁樣咯。但係銀龍就有鱗嘅，佢又冇鱗嘅咯，有機會係親戚啊！嗬，黃帶魚通常都係喺深海裏邊生活嘅，多數都係喺太平洋同印度洋一啲亞熱帶深海裏邊生活。捉到佢嘅機會根本係好微噶，所以科學家對佢嘅習性知嘅就好少啦，淨係知道佢生活喺深海中上層。初初就以為佢游水咧，好似嗰啲蛇形咁樣嘅，但係後嚟發現佢唔係喎，原來呢一種黃帶魚佢係直不甩硬崩崩嘅，咁佢游水嘅時候咧，嗰個頭同尾就係向上向下咁樣嘅啫。黃帶魚有個傳說嘅喎，傳說就係話啲古代航海人啊。就係話大海嘅蛇就係嚟自海王魚啊，即係話以前古代航海嗰啲大蛇就係呢一種黃帶魚啦。關於呢一種魚嘅資料真係少之又少啊。坊間淨係有講係話呢一啲咁嘅深海魚，凡係佢蒲面或者係擱淺咗，都係會發生大地震嘅。有一啲學者就話啦，喺呢一種魚研究裏邊就發現佢其實同地震啊冇乜關係嘅。因為呢一種魚喺深海裏邊生活，如果嗰個水底嘅水溫或者佢受咗傷，呢條魚病咗，又可以好簡單咁講，水底溫度高咗，佢都會浮面嘅喎，浮面就好容易會擱淺啦。所以就話勸大家唔好太過迷信，見到呢種魚未必係會有地震發生。喺東南亞一帶仲有傳說就係話，如果你夠膽死食咗呢一條黃帶魚咧，你就會死於非命噶啦。但係你話捉到佢有冇後果呢？就冇記載到捉到佢會唔會有後果啦。其實好多出現㗎喎，唔少㗎，但係多數都係喺台灣咯。香港水域都出現過㗎喎，瑞典啊、澳洲、紐西蘭、西班牙好多㗎。其實呢10年8年啦，其實近年都唔少㗎喎。一驟眼睇就係出現喺台灣比較多咯，同埋有時出現咗佢真係有出現過地震喎。即係見到呢條魚擱淺咗，係咪？咁啊之後冇幾日就係有地震出現咯，就好似呢一單咁樣。2013年發生嘅，喺台灣台東大麻里海邊出現咗一條地震魚，咁啱就俾人執到喎。呢一班人原本就諗住去釣魚嘅，但係行到附近就發現咗有一條410cm 啊，410cm 嘅地震魚衝咗上岸啦。佢哋一開始係將佢推返落海嘅。但係過咗冇幾耐咧，又俾嗰啲海浪打翻上岸喎。咁唔知係咁啱得咁巧定點啦？佢呢件事佢發現呢條魚係5月31號啊嘛，南投喺6月咧就發生咗6.3級嘅地震咯。咁唔知係咁啱得咁巧定點啦？好多啊，呢度好難話全部讀晒俾大家聽啊，只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好多地方都有。驟眼睇就台灣特別多，馬拉啊、美國啊呢啲地方都有嘅。但係通常衝得上岸啦、擱淺嘅咧都係死咗噶啦。咁我喺網度想揾啲相俾大家睇，係咪？我唔想擺上嚟咯，因為好多都我覺得係人為嚟嘅，有啲真係好鬼殘忍咁樣，我唔想擺喺度俾大家睇嘅。我想擺一條完整，但係好難揾咯，都揾到嘅，或者我陣間放出嚟俾大家睇下。咦，跟住有一單又係16年4月17號，又係台灣台東嗰個海邊喎。即係頭先講嗰個海邊啊，嗰個太麻里美海邊喎。呢一次呢一條就係3公尺，公尺我唔知啊，公尺啊，3公尺有冇講錯啊？3公尺。咁喺4月18號上晝，海端鄉就發生咗4.2級地震。其實驟眼睇咧，都係呢一個地方比較多㗎喎。如果係喺台灣嘅話，咁啊，其實啲專家就可以去呢一個海域度睇下，究竟咩事？呢一啲魚上嚟。擱淺咗就會發生地震。
其實真係好多地方都有出現過喎，嗱，台灣宜蘭又有啦，又係之後發生過5.3級地震。香港大埔沙門仔都捉過喎，有漁民捉咗一條黃帶魚，跟住就叫漁農處帶走。日本啊，南丫島都有啊，喂，南丫島有網民發現過一條已經死咗嘅黃帶魚啊，其實都唔少啊，吓。咁啊，唔知你哋相唔相信啦？即係呢一條魚出現嘅時候，就係會有地震嘅發生。就好似頭先有啲專家話啦，大家唔好太過迷信，即係諗住有呢一種魚擱淺就諗住有海嘯啊、地震呢啲事發生。咁佢哋話唔一定嘅。咁但係咁講啦，未有專家之前，人類都係靠睇呢一啲嚟走難嘅。以前未有科技嘅時候，人類都係睇動物點樣走，昆蟲點樣走，天色或者天氣嚟到過活嘅。咁所以你話呢啲係咪迷信呢？我覺得呢啲係智慧，係人類嘅智慧。咁所以就你點睇啊？咁專家講到啱嘅，或者條魚喺下低受到襲擊，受咗重傷或者重病，咁佢走難啦，大佬魚都要走難噶嘛，或者佢真係俾啲其他深海兇猛嘅魚嚟襲擊佢咧，係咪先啊？咁我唔知啦。咁我個人認為，有時睇天時做人都係人類嘅智慧嚟嘅。咁啊，唔知你哋點睇啦？都歡迎你哋留個言同我傾下偈。咁係咁先，多謝大家收聽。